是跟世界多靠近。哎，程峰，我的比你飞得高。记得你说过一句，我们无法一起飞行。我的风筝断了。思念会不会也有时差？没关系，别难过。长大了，我开飞机带你去天空中把风筝给找回来。到时你会看到好多好多的风筝。真的吗？我们一起飞，把所有的风筝全都找回来。那现在你就跟我一起玩吧。淋湿了我的梦，你让我把爱一点一点归还给天空，熟悉了气候，才知道这不是我最想要的自由。哎，程峰，你怎么样了？我的手怎么了？怎么会这么痛啊？你的手骨断了。哦，怪不得我说怎么那么痛呢。程峰，你好可怜，要不是雨山撞到你，你的手也不会断。你说什么呀？是你撞到我，我才撞到程峰的。可是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是因为有人推我，我才。有人推你？对呀，我都忘了讲了，是因为有人推我，我一个不稳，才撞到你，你又撞到程峰。那你后面是谁啊？我不知道，谁会看后头啊？好像是姚倩他们一帮人呢。好像是。我明白了。哎，你去哪里？你跟我一块儿来。安琪教官，安琪教官，我们先走了。教官，程峰，这一次的训练，你表现得非常好。真的啊？那我可要好好养伤，赶快回训练中心。程峰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知道啊，刚刚雨山跟我说，我手骨断了。雨山说的没有错，不过，程峰，我跟安琪姐刚看过你的 X 光片，其实你的状况比这个严重。你的手骨断了没错，可是不幸的是，断骨穿过了手韧带，刺出来，结果把手韧带给割断了。韧带也断了，那会怎样啊？你的手可能废了。这表示公司不能雇佣一个手废掉的乘务员，所以你有可能被退训。你跟我进来，干什么呀你？安琪教官，程峰的伤是有人故意造成的。谁？就是姚倩，不是姚倩就是安妮，要不就是玛丽，反正就是他们三个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安琪教官，我忘了报告，我摔倒撞到雨山，雨山撞到程峰，程峰才断了手。如果我没有撞到雨山，雨山也不会撞到程峰，程峰就不会撞断手了。讲重点。教官，就是有人推有容。对对对，是因为有人推我，我才撞到雨山，雨山撞到程峰，程峰才……到底是谁推了你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教官，当时有人后面就是他们三个，肯定有一个人动了手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就凭有人胡说八道，你就栽我们赃啊？我说的是真话。姚倩说的没有错，你要有证据，你没有证据，我怎么惩处他？可是就这样让他们三个逍遥法外吗？我不可能凭你一句话我就拿人吧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
教官，程峰，程峰，你是不是很痛啊？我很难过，我要被退训了。程峰，你不要哭了。安琪姐，程峰不能不退训吗？你告诉我，他的手都废了，他能不退训吗？可是，思贤，我知道你跟程峰的关系，但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。再说这世界这么大，他的手虽然废了，那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，为什么一定要当乘务员不可呢？可是安琪姐，程峰只有一个目标，只有一个方向，就是要做乘务员。如果你把他退训，那他的世界就崩溃了。那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做？要用一个残废的乘务员吗？思贤，就算我同意，公司也不会准的。难道没有例外吗？除非他的手治好了，这就是例外。程峰，思贤，我努力了那么久，结果还是……程峰，你要想开一点，这个世界那么大，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不当乘务员，可我不做乘务员，我宁愿死。你不要理我，反正我已经完了。程峰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要想想那些比你失去更多的人，跟我们比起来，你只不过是……你可以飞，你当然说风凉话。你给我滚！你走开！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程峰，你走开啊！走开！滚！怎么办？他美梦破碎了，那我怎么帮他呢？爸爸，好吧，那我就只有牺牲我自己来成全他，看爸爸他能不能治愈他的手。